總價38萬蚊，30棟嘅小區可以攞得一間3+1極限改4房。呢度係東城，我稱之為最降低嘅樓盤，江王。咁樣嘅樓間區，哇！呢個梳化位，我一夜我坐落去，日日咁望出去。我唔舒服，邊個舒服啊？戶型有87方、106方、112方同埋121方。細節嚟啦，每個戶型都會有一個7字形嘅陽台。嗱，加一房直接改呢個位置。細到87方3+1，大到121方正規4房。冇錯，4房你極限可以改到5間房。呢個係總價38萬8嘅戶型，87方，首付59000，月供1387，單價圍到4500都唔使啊！陽台兩邊冇牆冇遮擋，通風採光唔使講啊，望正個花園中心嘅。呢個係總價51萬嘅戶型，106方，南向冇遮擋，有5樓、11、22樓，7字形陽台，封窗裝門，包改4房。有興趣嘅老闆就關注私信我，24小時絕對唔瞓覺，隨時回覆你嘅信息。視頻放心睇，絕對唔做假視頻，浪費各位老闆嘅時間。睇到呢度嘅老闆幫手點嗰陣，發達幾時都唔慢，遲早月日都過百萬啊！如果呢度都入唔到你嘅花眼，就入嚟我主頁，仲有大把推薦。除咗價格抵諗之外，仲要額外多一個產權車位，係產權優證，不動產權證。位置自己揀，負1樓，全景飄窗，前後冇遮擋，冇暗房，通風採光唔使講。關於清遠房產，記得點讚關注哦。